调查内容，宝林地色这个案件，敢若是有食物中毒造成2个人死亡，引起了食安的恐慌。伊不过一个追查责任发现讲啊，宝林产品伊投保的产品责任险以及公共意外责任险，早伫去年，也就是2023年10月7日就已经到期啊。不过保险业者证实讲，宝林无搁继续签约，也就是讲无继续保，所有赔偿的责任必须要宝林家己负担。台北市法务局嘛，赶紧约谈宝林的负责人。下晡5点会到市政府说明讲要安怎讲赔，必要时会记口啊，保障受害者的权益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查清楚是发生什么事情。严格查类，才发现宝林地色投保产品责任险甲公用意外责任险，早在去年10月7日就到期。保险业者也证实，去年到期了后就无搁再签约。代志发生伫契约结束了后，随责任的承担必须要业者家己担。餐饮业依法强制要求投保产品的责任险，若是出代志，每一个人身体伤害100万，每一个事故身体伤害400万。保险期间累积相关的理赔是1000万，而且会当看需求，搁再提关保险的金额。无照规定投保产品的责任险，相关会当罚300万。台北市法务局约谈宝林地色的负责人5点到市府说明，必要时有倒一寡财产会当执行记扣啊。宝林公司的保险有过期的状况，所以我们就是要求远百、大时代还有宝林跟国泰4家公司一起到现场来，确定好保险的期效有没有问题，还有承保的范围。家属有要向宝林提出假扣押的申请，全程服务还有协助。就算餐厅禁止营业。该负责任，宝林地色嘛是拢爱家己担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